男人小心翼翼把对方要的东西放下，因为这是他拼了命才换来的。接着对方拿出了一个袋子作为报酬，男人的心情瞬间激动了起来。原来袋子里装的是闪闪发亮的钻石。看到这么丰厚的回报，男人赶紧走上前去打开箱子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，里面居然是一个金属环。只见黑衣人轻轻一动，金环立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男人顿时一脸懵逼。可下一秒，黑衣人竟像变魔术一样隔空取物，只见金环在眼前一瞬间消失了。眼看黑衣人就要离开，男人鼓起勇气拦住了他。黑衣人还以为他嫌钱不够多，直接又拿出了一袋钻石，但谁料男人的真正需求并不是这些，而是将那只戴假肢的手伸进了箱子里。明白了男人的意思后，黑衣人立马捏了捏袋子，下一秒袋子里像导出茶叶一样的东西缓缓覆盖住了男人的假肢。还没等男人搞清楚发生了什么，黑衣人已经开始在上面轻轻一扫，一股绿色的光芒顿时闪现出来，男人开始忍不住剧烈叫喊。然而黑衣人不仅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动作更加迅速。突然间，男人的疼痛感全无，而接下来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茶叶堆里竟然冒出了一只焕然一新的左手。